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位于岸边国际东兴洋行是台湾所存入来唯一的德国洋行建筑，因为距离顶一摆修复已经30天，加上控力控六地动造成牛条倾斜，为了让古迹会当重现风华，市府选伫17号上午吉时，由文化局长叶哲山、市员罗坤浩、安平区长赖清竹、文资处长林超斌等人主持。总经费大约1964万，由文化部甲市府共同负担。总是希望讲，这栋修复好势了，咱期待讲，会当恢复伊过去这个容貌，另外会当变做安平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光景点吼。所以未来这个所在修复好势，围墙打开，从边仔这个日本宿舍，来连接做伙。所以伊的完整度会更加好，伊的穿透性嘛加做好势对啦吼。所以我想，这届除了修复了，嘛跟整个环境有做一个较完整的整理啦吼。这摆整修除了古迹本体维修以外，嘛将洋行的围墙拆除，和洋行甲边的日本宿舍以及公园绿地串联，被创造安平的文化新景点。但新闻古报以采访报道。社会局长刘淑慧办做仙女姐姐，一日场就受到小朋友的欢迎，并且在充满天性的树林、甲乐营气氛的阅览室当中，为小朋友讲绘本故事。这间位在儿童社会福利中心的亲子阅览室，由社会局特别邀请设计师将该空间打造成乐营的场地，将入口处直接用帐篷布置，册柜只是用树木的造型呈现。要让小朋友在无同款的环境空间当中享受活动。今天我们这一个改装过后的这个儿童的一个馆舍，那我们的设计团队弄得非常的精彩、活泼、亮丽。那也有好多的这个绘本，让我们的小朋友发挥想象力。其实刚刚在对答当中呢，我们发现小朋友真的好有想象力，连感觉都出来了哈，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那也达到了我们真的想要让小朋友来体验学习的部分。那盼望我们这个 YMCA 我们社福基金会能够更用心的为我们打造儿童的一个这个玩具。或者是图书，或者是这个各种儿童设施的一个王国，那让台南市这个儿童福利呢，能够在小朋友的这个使用跟见证下能够是越来越好。今天这个亲子阅览室这样好的布置这个王设计师之外，我们团队们也用了很多心力发挥在这边。这个阅读呢，一直是我们赖市长一直在推广其实这个也是全世界上的一个趋势今天大概有小孩子阅读上来的话，对他们的教育或者前途都有非常多的帮忙。所以我们的赖市长一直在推广这个阅读特别是亲子阅读。那么要像这样的场景，把它布置成一个露营的场地。然后将来可以让很多的小朋友在这边非常喜欢讲起来也是相当好的创意。另外，在儿童社会福利中心的儿童馆当中，上受到小朋友欢迎的区域就是台南文化馆，而且会当体验台南古早味的小食文化。除了打面以外，这次阁新增加豆花的摊位，让小朋友欢宴打位的头家，享受话味的趣味。也就是为家长、甲囡仔打造安全和快乐的休闲活动空间。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长期拢关怀弱势西区扶轮社，趁着过年进前，
到目前中西区唯一一间国小协进国小来捐赠爱心满满的红包，要互家境较弱势学童，希望因下着红包，一个农历过年的时阵，去买因有需要的用品，过一个幸福的好年。这款的善行也引来济地方人士的学乐。西区扶轮社社长也表示，这款的爱心活动因每一档拢在做，而且未来也会继续持续落去。迄个今仔日是阮迄个台南西区扶轮社吼，迄个一档一摆下阮迄个关怀社会弱势的国小的囡仔吼的迄个活动吼。因为过年要到吼，一寡弱势的囡仔吼，迄个也有需要咱社会吼来迄个大众大家来帮忙吼，因过一个好年的吼，互因吼迄个明年吼会当搁用心吼，通好来用功读册吼，来向上。这是阮最大的希望。阮西区轮社37档来吼，每一档拢有做即个爱心的捐款活动。做迄款迄个国小的迄款囡仔，甲大学的迄款迄个国科系吼，较优秀的迄个弱势的团体吼，迄款的学生吼，每一档阮拢有做即个动作。所以讲吼，这是阮迄落西区轮社的。串社迄个37档来迄个重视。协进国小校长嘛希望学生伫咧领到这份奖学金以后，会当将感恩藏伫心内，以后大汉了后，嘛会记得回馈社会。今天是西区扶轮社哈，他来做社会的一个社会活动哈。那因为协进国小现在目前是西区唯一的国小了哈，所以这次。全部就是以协进国小为主。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接受别人的帮忙之外呢，将来能够长大之后可以回馈社会啊，让那个抱着感恩的心哈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活动。西区扶轮社年中送爱心红包，互加侪心中一个弱势家庭的学童，会当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台南新闻最后采访报道。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饮。必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今年春节假期有6天，真侪人拢会选择伫这段时间返去厝的过年，也是规划旅游。全台各地的风景区一定拢摊满车辆。对此，交通部公路总局召开记者会，教导大众要安怎避开塞车的时间甲路段。今年106年春节疏运计划在台南地区主要有几个比较容易阻塞的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在台17线南昆生路段那这个路段如果用路人经过的话请特别小心驾驶。另外一个路段是在我们的台1线跟台86线5K 我们这个台南都会公园跟我们台南奇美博物馆这个路段会比较拥塞那相关的交通号志排斥替代到路线，我们5公处都已经设置很完善那如果经过这2个路段请民众特别依照我们的指示标志来行驶民众需要掌握及时的路况可以透过我们公路总局的廉价疏运专区的我们的局域网然后我们有省道即时交通资讯网跟我们资讯 APP 你们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了解我们在我们省道所有的一个交通状况。另外，我们的路况反应查询专线0800-231-035还有我们疏运的值班专线05-274
4967啊，那民众可以透过我们这几个系统跟电话来跟我们反映啊，了解我们整个疏运路况的一个状况。台南地区主要容易造成塞车的路段有台86、台1线、七股盐山、甲基美博物馆等路段。民众如果需要前往，会当多加利用大众交通工具，避免塞车的情形发生，拍拍过节的好心情。电视文张伟忠采访报道。国家现代人求新求变的思维，现在的春联伫在即灰色顶面也有了创新的改变。参照传统，拢是用烫金的素面春联，现在则是有做布的，里的色彩也无一定是金色，而且佫增加灰色，看起来加真丰富，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进前的啊，拢是做金色的嘛，啊，就无这灰啊。你感觉安尼即马做安尼较水？安尼较好，这较水，这较水哦。啊，这布也较好，布质了个，布质较好。烫金的现在都有换了。都有换那个，换了白色的，嘿，那个紫色、红色，还有蓝色。对，布的材质都有，就是有换啦，嘿。虽然春联的花色愈来愈多元，但是红包落的款式也真多变，有深受小朋友欢迎的卡通图案，也有金色的金光闪闪，选择非常的多。不过有一寡民众也是习惯基本的传统款式。买那个春联啊，买那个春壶啊。哦，那你们买的是想要买比较有花样还是素？没有，我们都买素的，我们每一年都买素的。为什么想要买素？素的比较高尚，按花的不好看啊。喧宾夺主了。喧宾夺主。对，买素的比较好啊。除了春联、甲红包落啊印花，佮有财神爷、甲招财猫的装饰品，民众拢会买来放伫厝内，也是点来招财。另外，这2-3档遮流行的小春联，搭伫电脑，也则是喷在顶面，模样古水、喜气十足，也充满年节的气氛。电视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引起诈骗的原因，除了是感冒引起的暂时状况，也有可能是因为有心，也就是过敏性鼻炎、肿瘤、下鼻甲肉增生、鼻中隔弯曲所造成。透过鼻腔镜检查，会当了解是虾米原因所造成。你若是有鼻中隔弯曲，透过药物治疗无效，就当考虑用手术改善。鼻中隔弯曲它其实是每个人还蛮常见的现象，但是大部分人就算有鼻中隔弯曲，大部分都是轻微的，所以甚至个人并不会觉得，就是病人并不会觉得说有什么不舒服或者是鼻塞的现象。但是少部分的病人里面，有的人鼻中隔弯曲的严重的程度比较明显，那他会觉得造成，例如说鼻中隔弯向左边，然后造成左边的鼻腔的通道狭小，那这些病人他就会觉得鼻塞。那通常如果说他只是短暂的鼻塞，其实是不用特别的处理。可是他如果是长期的鼻塞的话，其实会建议可以考虑先使用那个药物，包括口服的药物或者是鼻子的喷剂。那当然，如果他觉得使用药物以后还是鼻塞的，还是一样都是没有改善的话，那可以考虑做手术的处理，包括对鼻中隔进行矫正，有所谓的鼻中隔成型术。那都是可以作为一个治疗的选择。医师指出，长期诈骗会因为呼吸的阻力变大，影响心肺功能，而且也影响困眠，连带着护工作甲学习的效率变歹。所以有发生这类情形的民众，上好也是到耳鼻喉科检查，接受医师的治疗。但是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